花莲灾区这大平村的中学街90巷的水沟啊，传出着农药臭味，环境部是讲这农药管破去，有派人处理，民众唔通挖紧。流感疫情有野关趋势，台北市政府统计顶礼拜校园通报流感个案超过2000人次，是112年来高一礼拜上关纪录。像是在电影下晡彩排的这现场表演真精彩，公司台记台伫咧上市早起，台记台要转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仔日是中秋，这花莲救灾工作同款伫咧进行，已经开始伫咧拼这沟仔咯。不过，虽然传出讲这大平村中学街90巷的水沟仔有农药的臭味，已经有民众闻到到地无爽快送病院。环境部也讲有接到通报，初步检判是这农药的管仔破去，有派人去处理，也呼吁民众唔通挖紧。 紧急派出处理南马控的车，伫现场要处理的毋那是落瓦煤。伫花莲光复乡大平村的中学街90巷，亲就有农药积掉的，有就民众闻到了后，身体无爽快，紧急送医。溢出来的液体，赶快把它用泥土淹过去，然后再把它清除嘛。我就捏着鼻子去铲。我那个时候听到脚都软了，就看他瘫在那边，又呕吐，又是喝水，还是一直吐这样。 家属着急，环境部环管署长车来也亲自去勘查，检判是农民杜准的农药容器破去，已经为设为例，呼吁民众唔通挖紧。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个农药。那原则上，只要不是喝进去或者皮肤接触到等等之类的一般对我们影响是不会太大。这一条路，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带队官撤离所有的义工，后续我们完全派机械来做处理。 花莲光复救灾工作进入第14日，重点任务就放伫切沟仔清理，尤其30公里的切沟仔，也有24公里爱清，下个巷仔爱靠人来清理。也毋过部分真歹靠人力处理的区域，都爱靠技术。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为小山鸟甲30栋的轻车车拢会由环境部统合调度，也向千沟仔车厂商发声，会当加入支援。撤沟经理，我请国土署全权处理。 由环境部征调全国的这个清沟车，我们预计在10月18号，所有清沟的这个工作任务要达成。假设清沟的厂商是需要这个费用可以跟国土署这边联系那么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 除了千沟仔之外，两大工作重点区域，包括福州街的尾头甲保安室，为做独立责任区，由军方上校指挥官全权负责。另外，敦孝街也会独立并列，希望伫一日内完成整理。附近的红林镇是红列做河关第8区域，初一开始并列也会正式进入掌握救援工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这花莲光复烂土上界严重的所在是伫咧佛祖街后壁段，目前统计这80户呢，有40户已经变好势。不过说落来，这佛祖街居民要安怎长期安置？这徛起敢会当带人，变做是一个问题。是要登记，或者是迁村，大家想法拢无共。 军警合力引导同机区，还有军中卡车开入要佛祖街。花莲光复乡大水第14日，佛祖街作为清理最后一段路，统计89户、40户清理完成，被列为清理重点的所在。这边太满了，因为都淹到1层楼高啊！这边你看，光一间房间我们都清了5天了，正常一间我们都1天就可以清5、6间。 不过，民间力量大大退出，要求居民安置，甲长期居住也出现问题。目前由相关建筑工会协助乡客安全鉴定，评估受灾处大可能。怎么讲？还是那句话，祖宗的啦，地啊。所以再怎样，我们还是继续住这个地，因为我们的地啊，要传后代的。安全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些，感觉上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改善的，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啊。那既然如果这边评估是没办法住的话，那当然就是也只能迁村。也是希望政府赶快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原地电器甲千村建设两难，国土署强调，千村评估会充分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甲社区连接。不过面对佛祖街后段土山墩甲真严重，目前是以道路自提升屋，也有四连架部分原来超吹原来屋，其他农地绿地也爱解决。佛祖街的后段原本是一整片茂盛的农田绿地，如今淤泥堆积，厚度高于1层楼高。中央指示先将边坡削斜，并且覆盖，避免出现倒塌状况。光复乡600万栋的土山6公亩啊蹲地，3个占地场，也有市区大细土堆，后续安怎土石安置，也避免被冲走造成二次伤害。接触中乡地方的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乡明仔载就要开放上课啊，不过当地一股有真侪间的小学有收容者的灾民，就家长即期讲相关的配套拢做无集成，也拢无含家长沟通。花莲县政府表示讲已经规划分区管理，袂去感染到学生。另外，这中秋连假已经结束啊，真侪志工买无车票，即马这代替也开放自强号会当买车票。车头外口全是人。中秋连假志工来到灾区，继续协助花莲复原。不过连假最后一天，规定人要返厝，车票真好买，无论是上北路南的对号座，这都开始卖，随着销到空。半夜4点的时候要抢票，有没有听说朋友都买不到？有，然后他们就是用站票。我们现在开放5座位自强号乘车。灾后志工总动员，和灾区的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停课几年间，光复乡7间国中小，随时都要实体上课。学生的人数是300人以上，不过光复上港会先用线顶上课，13再恢复实体。清除的部分已经达到9%，但是他们活动的空间，包含篮球场、包含棒球场、足球场，目前已经受损，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开放。虽然户外场地受到严重的损伤，不过光复各中已经有对策，清污嘛大概完成，尽量袂影响到学生上课。营养午餐是协调北京校供应，不过当地有几间小学。目前各咧大灾民，引起家长的焦疑不安。你们都措施都没有配套完善好，你们就直接下达命令是你们大厅要怎么样，你们大厅要怎么样。部分学生家长质疑相关的配套无周至，互上课乱糟糟，事先嘛无和家长充分沟通，尤其是大圳国小安置的受灾户超过170人，人是不加多。在这种艰困的一个时空环境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共体时间？那我们承诺。会尽快的来把校园还给学生。我们学校有一边受灾户可以从独立的路线进来。花莲县政府回应讲，要让所有的灾民返厝，实际上也有困难，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来度过这个艰难。现时就要复课，希望会当甲学生甲灾民分区管理，动线明确分开，互双方互相袂去干扰着。警方嘛派驻伫小学外口管制人员的出入。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要结束啊！这高速公路的车也变多，预估今仔日规工会到113万车公里。今仔下晡国道5号上北的头城交流道呢，就险的一段时间要塞到大客市区啊。国一北向以及国三北向的湖口、关西大溪等路段，那下午的车流已经逐渐的出现，那预计会持续到晚上9点之后逐渐疏解。高公表示讲，这国道5号上北的雪山崩坑到下晡3点，通过量是23021台车，和英国中秋是差不多的。另外，国道1号保业系统虎尾和国道3号西边的这个高速公路入口呢是拢封起来，一直到暗时9点。那省道呢，屏东第1线崩山到凤港，经丰收吊坝路南内侧车道予上北使用，提车咱塞车民众要使进前呢，就爱看好清楚。中秋连假有真侪人伫咧航吧，所有民众用这砖仔贴航到一半出来避开，加在是无人受伤。专家是认为讲，民众使用的砖仔内面可能是有含水，才航到一半才避开的。同一下真大声将民众惊一跳，放伫网顶的时在炭火四过盆，好加在所有人会虎跳开，无人受伤。中秋应景航吧，安怎会出现这种惊险的画面？专家讲，是民众用砖仔架还是伫水泥地，因为小碰冷所造成的。里面如果水分含量多的话，它会瞬间蒸发变水蒸气。那这个水蒸气就会让里面的那个本来的裂缝，有点类似像热胀冷缩的情况，把砖块劈成2半，或者是很多碎片。
的这种情况。那当然，它在喷射的过程中，会因为它胀缩太剧烈，所以可能就有很大的那种喷溅的那种感觉。专家讲，庄仔家己落雨了，可能含水分含埋是因为烧棚冷缩关键，让庄仔卡避开喷出碎片。阿妈土地也是同款的概念，虽然不是定关情况，不过也是有一定的风险。那真正要贴庄仔卡项目，建议项目进前，先和庄仔卡拍2、3日。我通常都会用那个烤盘哦，对。烤肉架呀，烤肉架了，对，烤肉架要多注意啦，要多烤肉的时候要放个烤肉架这样子。中秋连假真侪民众应景项目，随市面上各种项目的产品拢有，民众讲多数已经无咧用庄仔架做项目。消防人员建议项目的时阵，和巷路甲地面之间保持一定的宽度，避免和关路的项目聚会出现突发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流感疫情有加悬的趋势，台北市政府统计顶礼拜校园通报流感个案超过2000人次，是112年来高一礼拜上悬的纪录。这中秋连假过后，而且这疫情有可能搁再升悬，各类民众就要赶紧去注疫苗。甚至有医生讲，今年流感病毒有变异的趋势，甚至有病人3个月内就2届流感。中秋假期有营业的诊所一直有民众上门，第一线医师观察，趁假期来做流感疫苗人袂少，也袂少人是发烧。其中确诊流感的差不多30%，观察因为病毒有变异出世，也有人3个月来重复感染无同款病毒株的流感。大部分都是以发烧为主。那合并的说有头痛、全身酸痛、疲倦无力等等变种，所以说大家变得比较没有抵抗力。所以说，而且甚至有2种以上的流感在流行。医师指出，目前流感个案也是 A 型流感为主，有病人确诊 B 型流感。疾管署监测9月1日到9月17日，类流感门急诊有12多万人次，出现上升的趋势。台北市卫生局观察，尤其校园流感疫情增加真紧，顶礼拜接到流感通报2181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32.6%。年9月以来，流感的这个门急诊的疫情都有升温的情形。那尤其以校园的流感疫情更为明显，疫情呢来到从2012年以来的新高。今年做流感疫苗到测试为止，总共做人数是去年同期的2.6倍。不过，工会学者陈秀熙分析，在流感疫情多病毒共存出世之下，推高做疫苗至少要达到70%才能降低疫情规模。另外，疾管署监测全国最近4礼拜已经接到66件遭白群组通报案件，其中7成是诺罗病毒，也提醒民众伫中秋聚会要注意手部卫生，实在爱煮食。若是有技术症状，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是苗栗发生乱杀人的事件，其中50岁姓林的查甫人为着要保护这国小的查某囡仔，出来详细检中。经过5天异地惊传出好消息，这详细已经稳定落来，对加护病房也转到普通的病房。主要是背后跟右上腹有一个很长的伤口，那尤其右上腹那个伤口看起来是很长的尖的水果刀，所以不仅伤到肺脏、横膈膜，还有肝脏破裂。那目前来讲，就是横膈膜、肝脏的部分出血已经改善很多了。病人在今天已经算比较顺利之后，我们把他转到一般病房去。因为另外一个着伤性顶的国小查某囡仔已经转到一般的这个病房，情形是真稳定。生市的查某囡仔伤势较轻，目前已经无问题。苗栗县政府也讲呢，会负担这3个人全部的医疗费用。继续来关心，就在台南左镇山区道路顶日发生一轿车拢乌多摆害死这骑乌多的民众。初步调查是这轿车呢，转弯的时阵伤过紧，未负大动去弄到乌多摆。有民众看到讲，这台轿车弄到乌多摆进前呢，是去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警方来到现场了后，发现一个赛车的民众根本就无驾照，而且调查了后才发现讲，这赛车和骑乌多摆拢无驾照。才帮我过完生日，来一起唱歌、吃蛋糕。这个后生到庭庆祝家己生日，现有死者爸爸无法度接受囡仔和车对撞了后不幸死亡。是超过吧？这台乌色轿车伫山路来回驶，速度紧甲连骑脚踏车的人拢看袂落去，按对方放慢速度。这台车经过治疗关节病台附近的时阵，医师无减速伫路桥弯道失控弄到头前机车，对方昏迷送医死亡。
轿车时并路边看。他在网络嘻哈，他要出院的，我做父亲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对方任何，他们有跟我儿子道歉或什么，我也没办法。轿车吊挂长车路初步整合吊水驾驶虽然满18岁，暗过无驾照，被弄17岁少年也无照骑车。驾驶讲，后生甲对方拄熟悉，无甲熟悉。有现场的人发现轿车拢骑车进前，先甲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相撞。警方也到场处理，暗过这台车虽然是继续驶。我就看他那一台马三一直在那边冲来冲去，车友嘛说他们先被擦撞到。被那一台马三擦撞到，所以这时候照理说他就不能再给他们开走了。警方做着积极处理问题，现场民众发现，沿路驶车人好亲像不是同一人，无排除车顶真侪人轮流驶。员警获报后到场处理，业依规定自单举发无照驾驶及禁止行驶，业有本分局调查中，如有违反规定，将从严惩处。警方表示，调沿路监视器发现肇事车技术危险驾驶才情形，专案有一台小轿车、6台机车插到4辆山路涉案，死亡车祸进前发生的交通事故，环境承受措施已经介入调查。轿车驾驶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已经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他人无查到违规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诈骗是真严重，甚至有诈骗集团看到这被害人想要把钱摕倒转来想法，就加做民间反诈协会等机构进行第2回诈骗。根据警方的资料，已经有不少人各方骗第2届呀。那你知道现在黄金多少钱吗？我知道啊。多少钱？啊，你管那么多？你就是不知道。虽然防恶言对台，警方无避免继续耐心苦劝，成功收掉3800万。诈骗集团常以投资黄金或虚拟货币为名，诱使民众转汇巨款。这款的假投资诈骗，占9月总台顺上悬，累计26起化。那受骗的件数上侪是网络买物件诈欺超过3600件，尤其落伫韩团4口为含证受害件数袂少。网络上说要赠送韩团的周边，然后只需要支付运费。那一旦有民众去跟他们联络，他们就会说你没有通过金流验证，或是你的账号没有验证，没有办法下单。诈骗集团上大处刑的处罚，就是甲你讲对明称的话题有近距离，才互受害张小姐汇出12万。万无怀疑，也毋过早期手法多变，更较有人看准被害人的心理，搁理出诈骗。这类早期步数伫内流传。向被害人讲大话，讲警方了袂转来的钱，因有法度讨转来。其实一回搁一摆诈骗，民间白少反诈协会，搁看安尼变做无用对象，提悬可信度。诈骗集团就会把你的那个 logo、你的那个名称，然后去发给所谓的受害者，让受害者误以为这个是协会来做帮忙的动作。那当然，他会有一个信任的动作嘛。民众他们不知道说，其实协会的部分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你追回款项。根据警方掌握，国内有未少被害人受到二次诈骗，专家也提醒，民间协会会当做的多数是协助发声、提供心理支持等产品，万一防冒名使用，被害人唔通防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明仔载呢，会伫咧花莲光复灾区遐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申请中央和地方各种的补助。虽然县政府初三已经开始发这5万块的慰助金啊，总共有8村是全村列入去发放。不过呢，这南富村、大进村也个大全村因是真不满，因为讲这救灾期间，这个粪扫烂土拢对因遐车气影响到因的生活，也要求讲爱甲因列入去这受灾名册内面。3村的村长今日去抗议，要求县政府爱说明。花莲马大洋溪2860米长的布岸，进前互大水冲掉，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完成建构5米悬的临时布岸。除了同时阵铺更网、喷枪加强，引水的路线嘛继续咧赶工。啊，若水头的崩山湖，根据无人机的观测，水位按10月初1到初6无变化，水量是1条进前的6.4%，维持红色警戒。那在河床的部分，我们已经往下挖，让河床的这个深度能够容纳这个水流量。如果不是雨量超过每一天200毫米的雨量，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若要解除红色警戒，协调所讲，爱确认崩山湖水流量敢会造成冲击，布岸的防护安全等4要件，
花莲县政府爱完成地区的铁路计划，不过灾区复原的同时阵，为租金的认定却出现争议，因为部分西富村全村每一户领5万块，边仔的大进村、大全村、南富村3个庄变作厝顶灾民，村长带村民抗议，叫县长出来说明。发放慰问金的依据，你们怎么去发的？我们是用内政部根据台大团队的研究，他所做出来的红色警戒区域的范围去勾勒出来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大全村也是受灾户啊，你的淤泥都在我大全村。再来就是每天台九线上这么多的粉尘，我的居民的生活品质当然都不好啦。总统赖清德伫前一日嘛宣布，中央加拄受灾户补助1户20万的厝体修复金，加上进前行政院家园清理甲复原慰助金的15万，中央的家园支持3方案，合计1户补助30万，初七开始申请。无够啦，阮的厝都拢因拢因甲介悬啊，家具3项拢还了了啊，要哪有够？看会当实报实销安尼嘿。在我们一站化的地点，就是整合地方、县市政府还有中央对灾区所有，我讲是所有的各项补助，通通在那边做解决。明天开始运作。初7到12，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带领相关部会一站式服务，要用上紧上利便的方式来协助受灾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马太安溪做大水，互大家惊到。附近居民也烦恼讲，另外一条这江河溪本出去的嘉龙溪也愈来愈危险，是因为这土沙一直积，水面平爆发搁较悬啊。尤其这灾区清出来烂土拢蹲伫遐附近，居民也烦恼讲，到时阵就换因迄边来出代志。几片的溪坡有真侪石头甲草啊，这是花莲江河溪的支流嘉龙溪，甲上尾段会甲马太安溪做伙汇流做花莲溪。不过最近别若拄着风台或者是落大雨，都会规个走进去。24号的早上大约7点半，那嘉龙溪就是已经溢流过来了，然后就从这个地方流到村子里面去。外面是花甲山风台来落大水雨，规个车路已经变作是溪流共款。原本应该是嘉龙溪会当到小头雨水，不过因为嘉龙溪的溪坡已经完全比爆发较悬，所以水完全无法度下出去。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原本是一般的农耕地，如今在台风之后呢，地上堆满了碎石子。当地居民反映，就是从一旁的嘉农溪破堤后冲刷而来。即马居民爱面对的问题更较复杂，因为为江河市区清出来的烂土废弃物，有一部分都放伫大桥线边，若搁做大水。大量的土石就会搁冲入去庄仔头。底下水也来，当然是怕啊，是大家要生命对吧？村民不是我一户尔，我这落去头一户来了个大进，那种规片呢。这个堤防一定要重修，再来就是一定要清疏。这个东西没有拿走，这堤防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啊。吹大水里数有调2台重机具，按算要先甲溪坡挖2米深。不过，居民认为讲，那真正拄到大雨，根本就无依法。我们已经掌握了，那昨天已经进场，我们会在1周内把河道内的一个土沙堆置的状况做一个整理，没有问题。另外，目前还有真侪土石定伫咧花莲无共所在。初5花莲县长徐正伟嘛甲总统反映，讲不走街东平6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需要清理，后续解决的方法，居民大概是拢鸟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双十大典，伫今下晡进行彩排也开放观礼，其中这3军机队也安排去年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应援曲，用棒球来展现国家团结精神。另外，空军的雷虎小组伫今年换做用英国教机了后，这是头一届大型公开演出。双十大典雷虎小组冲场，今年换做国产的 AZT 用英高教机。8日下晡，伫咧总统府头前有举办今年双十大典的彩排活动，有侪精彩的内容。
三军基队做出拍野球的模样，因为去年台湾野球伫咧世界12强的比赛得到冠军，特别选应援曲着做伙来结合表演。今年彩排嘛开放民众入来观赏，无需要申请证件。虽然天气真热，民众也是真热情来到现场感受气氛。想说这边没有管制，然后很难得的机会啊。然后我女儿10月10号生日，所以就特别看她的生日的国庆。炸水来啉，啊其他无法度啊，伤热。今年双十大典也加入台湾多元的文化的元素，除了客家和原住民的表演，也有中华大川国校的合唱团，特别准备高调的台语歌，服装顶面遥控在地的特产，满满的葡萄。大川国校表示，希望把台湾的舞剧、地方的特色，伫咧双十大典的舞台顶呈现给观众看。台语是咱的母语，总共唱5首的台语老歌，月夜愁、黄昏的故乡。山顶的鹅高兄、流浪的吉普赛姑娘跟水车姑娘。我奶奶妈教阮做的，来代表大村的代表物是葡萄。为着要配合双十大会活动，10月初10的时，总统府4区位啊拢有交通管制，民众若是要来到这附近，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家安全。这美国的战争研究所指出讲，今年8、9月的时阵呢，有真侪只中国渔船伫咱的专属经济区内面走来走去的时阵，加做别国的船，甚至是罗西亚的军舰。学者是认为讲，这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试咱的反应能力，也要进行认知作战。这几年，中国的渔船渐渐地侵了台湾的周边海域。美国军事战略研究组织战争研究所最近指出，伫今年8、9月，有几若只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经济区内底发出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叫做是别只渔船、中国海巡船，也是罗西亚军舰。混淆台湾的电子情报的这个判断，测试我们的反应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制造这个认知作战，可能就有些民众会被误导，以为说俄国的军舰跑到台湾海峡。学者讲，中国的目的是要测试台湾的反应的能力，还有认知作战，像是中期常态化侵入台湾的 ADIZ。就是要消磨台湾的资源，减弱咱的警觉性，试探咱的回应程序。广播讲，最高几日有查到10只中机、6只中艦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前处室处长谢立新最近真罕见请军方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讲台后会当互相学习、分享普适地带行动的经验。We'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gray zone operation over years. There's a tremendous how we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 not just benefit for us, but also benefit for the European nation. 公安受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安会主委齐书俭表示讲，若是台湾有代志，欧洲嘛有代志。伊强调，唔是爱欧洲国家介入，是希望欧洲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做飞航供应链，做伙投资和平，协助战争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食品安全的问题，近摆若别开着背书，肉粽一罐共款，真侪人受害。这个工业用的滚药水是袂当摕来做食品加工的。这市药署公布，台北的阿中面线，还有宁夏夜市、林记臭豆腐，拢可能受到影响。目前，这卫生局呢已经将2400公斤的大肠毁掉，不过也是有一寡浸工业药水的大肠，唔知烧去倒位。闽南县卫生局也讲，即摆会来加强追查。大封条，这一包一包拢是台北市卫生局伫初市查封的猪肠仔。到初5为止，包括阿中面线和林记麻辣臭豆腐，总共回收145公斤。针对食药署公布，宁夏市场姓陈的店头有买到1330公斤有问题的猪肠仔。宁夏夜市观光协会表示，因夜市用到猪肠仔的店头无够10间，而且拢是对昆南市场买，会配合调查。那至于是跟百货公司进货哈，我们会
要求他们内部提出证明。4月4公布到初5为止，伫屏东作业场总共封存11664公斤，比价的大肠已经销对台北市、屏东县、高雄市去，白小肠未去桃园，总共2159公斤。桃园这边目前无出货，已经全部炸落来。高雄进货126公斤，自行消费90公斤，但是屏东180公斤已经全部卖出去啊。本局昨日立即针对市场、餐厅及通路启动扩大市售大肠产品稽查，均无查获不法情事，将持续针对相关通路加强查核检验，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追查流向发现，屏东河城市一个姓区的店头家，对8月至9月期间，向百威公司买过4摆，总共大约180公斤的猪肠啊。不过，这个大肠已经卖予散户，可能留对一寡卤味摊，也是卖予消费者。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2天代志发生了后，因有持续派人到传统市场追查，维护民众食的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因为咱台湾人有食这北来食下水的习惯啊，真正有伫咧煮食，妈妈拢知影讲，这北来啊猪肠啊吼是真臭咸，而且想真济，要洗好清气是真无简单。想要到呢，这屏东业者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大肠，这专家也提醒讲，物件扣落来了后，也要进一步来检验，看敢有重金属等等物件。那台北市公共卫生学会是呼吁卫福部，就要推动食安签证制度，用搁较济稽查人员来查。百威食品公司已经奉下令停工，不过外界也是真关注食安的问题，因为这间公司涉嫌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加工猪肠啊，已经流入去市面，唔知已经有偌济去互民众食落巴肚底。那现场总共有7个双氧水的桶子，其中5桶是空桶。那针对这7桶的部分，已由检方全数查控，带回后续来做进一步的侦办。动物科的专家严宗海指出，若是食品级的滚药水，在严格规范之下，会当摕来处理部分的食品。不过，将其买的产品袂当有任何的残留。因若工业用的滚药水是完全禁止摕来处理食品，所以光是查扣产品还佫无够，还佫要进一步来化验这批工业用的滚药水的成分，才会当真正理清对人体的败害。应该把这查获的工业级的双氧水送验。送实验室化验，说到底这不纯物包括哪一些？是哪一些化学物质？哪一些重金属？是不是有铅、有汞、有铬、有砷？变了一段时间，就会表出食安的问题。台北市公共卫生学会认为讲，这显示卫生稽查体系卡手的问题。全国有登记的食品业者差不多47万间，餐厅差不多有16万间。不过，全国卫生稽查的卡手敢若差不多700个人，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纳入食品技师甲公共卫生师。在稽核面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个配套措施，叫做平常的突击检查的稽核。那签证制度如果落实的话，可以类似建筑师跟会计师一样。蔡炳谦希望评估试办计划可行性。小苏回应讲，目前已经有完整食安管理的机制，暂时无考虑增加食安签证的制度。未来会当评估规划公卫师来协助理清食品中毒伫咧流行病学的调查甲判断。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时啊，真侪人烘肉，这猪肉介绍对得起，即马1公斤就要100多块。市体协会强调讲，因为这猪啊破病袂大，所以呢，这猪肉卖这款的介绍是合理的，毋是乌白话。这开中秋，民众烘肉季节，肉品的需求量增加，猪肉的介绍嘛，搁再起价。事实上，5日这期间，猪肉1公斤破100，后来因为大水雨地灾、猪仔肥育的因素，起个大约105。9月中，猪肉价回稳，涨到95块，即马搁起到将近100块。百元的猪价大概赚钱了3成吧，起100较低，你4、5就不要起啊，只要起个4，日本是要100多块，但是个少会赚钱啊，百元是正常啊。饲猪协会强调，因为猪仔囝的烂鱼边落屎即寡病痛影响，即使猪仔的育成率无好，100块的猪肉价其实合情合理。并不是乌白化价，另外，亲像饲猪的本钱一直起，嘛影响到猪肉价。
进口的原料比较昂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要拿本土的原料，或是我要取代哪一个原料，那我们在体外实验先做完以后，调整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子喂完以后，消化率比较好，效果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拿去替代原来的饲粮，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学者建议用换饲料这款科技化饲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做法，互猪农参考。啊，若饲猪协会强调讲，病虫影响育成率的问题，一定要猪农头壳摸一烧，希望产官学界会当做伙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欠债问题长期以来拢无解决，亲像中照护理、营建业、幼教业等等。专家是认为讲，除了会当用移工，政府也要爱下部会合作，针对各行业欠债的问题对症下药。哪照顾长辈，哪陪因拍天炮。同齐听台顶志工团员唱歌，互长辈放松心情。台湾政治超过零社会，当照需求大，机构互政政员的工作负担大，流动性高。长照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啦，对，从早到晚，我们是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应付的长辈的一些生活起居。面对少年人到底医患家的情况，专家讲，当照护理人员的薪水不如病院护理，加上体力负担大，流动率无低。那大部分的孩子呢，他可能比较希望去这个诊所，那尤其医美诊所，那待遇也不错。杀工作车进入退房的房间，真机将床单换新铺好，也强力便所用上短时间熟练的整理好房布，过程真流利，也毋过煞不轻松。根据观光署统计，旅宿业掠算欠工6600人，希望引进外籍中介技术人力来补贴，也毋过像幼教业，可谓是本国人力。教保人员因为照顾幼童的这件事无法度中度休困，种种因素造成幼教产业人力下来。一个班级本来是2个老师，一个老师离开了教室去休息，班上就会变成是一个老师去带24到30名的小朋友，好，就是完全直接违反师生比。探究各种产业的欠工原因，专家分析，像当照护理业流动率较悬之外，营造业是工作辛苦，面对基础建设发展多经推动，工程量增加，自欠工人煞高龄退休，都算提悬薪水，青壮年劳动力也较无好补充。营造业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觉得说，顶着大太阳工作其实蛮辛苦的，宁可去找比较低薪水但是是做办公室的一个工作。另外，全球 AI 产业积极发展台湾半导体业，徛伫领先地位，也毋过人员爱轮班，工作压力大，加上国外订求人，人才供给紧张。纺织金属加工等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国际订单波动影响，长期稳定的人才同款不足。主计总处的资料来看，29岁的这样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民间人口数大幅的减少。如果你是过去习惯用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在行业的话，你大概真的会找不到人。学者分析，少子化之下，少年劳动力降，正做结构性的问题。除了用移工补贴人力，面对各产业欠无共的欠工背景因素，爱对症下药。对此，劳动部推行欠工就业奖励，针对营造业等的所谓3期产业，甲当照护理人员助力就业，也会甲各部会合作，针对各产业欠工释放，就薪水、工时、班载等因素对症下药，舒缓欠工的情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高温拢是伫咧36度，北部地区恐惊出现38度。中秋暝是好天，不过明仔载开始就变化咯。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东北季风开始变强，未来一礼拜会较凉，遮方面会有阵雨。要那第22号风台下凉，目前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中秋即天天气有够热，气象署表示各地上高温有可能来到38度。气象署也提醒过昼了后，各地拢有机会落雷降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到屏东地区，雨势较大，来到暗时就恢复好天。想要看过牛全台拢有机会。我们预估可能在西半部赏月指数都是比较好的，那东半部其实也还不错，那只是可能在东半部比较偏向在山区的地方。云量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些。气象署也表示，小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拜二到拜五，东北风真强，北部和东半部拢会转做正方面，雨势较明显，高温也会下降。北部地区对拜二开始温度在降3至4度。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开始增强，那到时候在整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会开始转成有一些比较零星或局部的短暂阵雨。
而西半部地区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则是以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也那目前伫日本南边海面的风台哈凉风台，虽然强度一直咧增强，不过伊的角度向北边煞，离台湾愈来愈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花莲光复乡的民众试工也有一大好天的时间通摒扫，只是受到风台刮规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拢会有长影发生。气象署建议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记者查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中秋连假有民众赛车去到彰化王景的海岸看风景，却无注意到这把路的时间，车掉到了蚵仔岛。海巡警员透过宽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去发现到，赶紧去到现场，把人救出来。蚵仔车北区往近受困的车，6个海巡警员已经在台边。彰化丰原王景海岸线中秋连假欠真侪游客，暗过有人无熟悉铁路，赛车受困伫福部蚵仔岛，海巡警员透过宽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发现，马上展开救援。倒用者，个拄卡里面，插在顶啊。他另外那边有吗？有，这边嘛。海巡署开4.8个规划宽岛智慧型化这监控系统，有红外线这现象架，高清科技讲摄影机组应清晰离海岸3公里的真车船目标，并且进入1公里范围内目标外观，300公尺以内应并且细部资讯，亲像船顶人员动态检索。海巡中部分署第3安全队就是借这系统马上发现，请蚵仔车业者到场来拖，佮用人力来杀协助脱困。本所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并协调当地友好客车业者，以客车拖带车辆方式及人力辅助推行，顺利协助车辆脱困开返岸际。科技巡逻是正成功，海巡也呼吁民众随佚佗进前了解各县市海域状况，或者是下载海洋资讯平台 App， 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年的国际风吹节办伫咧中秋假期，为着避免交通拍夹，市政府敢若开放奥多摆甲计停车入去，若无就要停伫咧指定的停车场，才搬交通车入去。不过，这款的规划煞害这游客减少真济。国际风吹飞伫天顶，内面有石具、太空人、机器人各种造型，互新北期间的天顶十花五色。不过，今年因为新北市府交通规划要求民众敢若会当坐计程车，也是骑机车来，互今年新北国际风吹节游客比演过减真济，包附近店家生意受到北捷影响。有影响很大影响。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可以让自己进来，或是开放一些停车场，让那个游客可以进来，我相信应该会带动不一样的人潮。不方便啊，因为就很近的停车场啊。对啊，再不开放，又要去找别的地方。今年因为这个交通管制，还有相关配套措施规划不当，那导致周边的店家、餐厅生意冷淡，甚至一天不到1桌的这个客人。市府解说，因为过去风吹节附近交通地大乱，今年才会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今日开放奥多摆甲计程车进入。市府也提供免钱巴士接送游客出入。目前渔港里面有3个停车场 ，P1 停车场我们是提供给有身障手册的民众，还有我们的工程车辆、工作车辆。那另外第2停车场，因为我们按照去年的经验来看，进港的摩托车数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年第2停车场改成全部交由摩托车这边来做一个停驶。店家指出，虽然今年交通状况确实好足济，不过贸生意减1半以上，望市府未来会当恢复开放民众停车，再看停车状况，调整交通措施，才袂影响到游客来佚佗的意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旧年8月15中秋，也是土地公伯的生日。做色人会伫咧即天做土地公我的祈求丰收，也答谢土地公伯的保庇。彰化着民间团体举办实农课程，结合做土地公我的体验，要互民众熟悉农村文化。大家认真咧拗金纸，然后甲拗好的金纸甲香压伫咧中央破开的竹仔内底，再去用帘布固定，土地公拐就做好咯。旧历8月15除了是中秋，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做田人会伫即日做土地公拐插入田的，意思是互土地公咧巡田水的时有拐仔通吐。我做3个土地公拐，真趣味。安尼看啦，捌创安尼啦，无创西啦，咱也是5个做啦。
过去农村社会为着祈求丰收，得谢土地公的庇佑，做事人会做土地公拐来祭拜。有的地区是伫中秋拜，嘛有伫5日祭拜。为着互民众熟悉英国的农村文化，中华溪州有民间团体办体验活动，除了做土地公拐，嘛有水牛的是农生命课程。拢有足细汉的囡仔吼，捌体验着即款迄个农村生活，啊是讲来遮吼，因体验看卖咧。啊，无嘛，唔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叫饲牛，啥物是牛屎，个捌看过。伫现在社会，饲牛这件代志愈来愈少，所以阮就开始办这个活动，互人加熟悉诶水牛较早伫咧农村的即个文化内底有啥物款的角色。主办单位表示，较早农民做事靠水牛犁田是农村重要的劳动力，因为2017年开始，伫地方甚至去台湾各地的学校推动水牛生命课程。今年头摆伫中秋结合做土地公拐的活动，希望互民众认捌过去的田庄文化，也当了解农民尊敬天地、感恩惜福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世界地级博览会对初四开始伫南投的中兴新村举办，其中也推出着传统的焙茶体验，让游客亲身焙茶泡茶，感受茶芳开色水，也有滋味的变化。好，把它拨入。把茶米放伫电焙炉面顶，用工具慢慢甲焙，互茶米焙火程度会当较平均。这是南投世界地级博览会当中的焙茶体验，用安全的电焙炉来代替火炭，互游客体验感受茶汤的芳开、色水甲滋味的变化。好玩，今天去那个烘焙的，在台湾那个茶叶的种类很多，家己 DIY， 家己焙火，焙火了后就感觉迄个茶香拢出来啊，有迄个焙香。台湾茶文化推广协会表示，南投县鹿谷乡的冻顶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65年，鹿谷乡农会开始办茶比赛，让这茶农开始讲究焙茶工课。这个体验除了传统焙茶甲泡茶以外，嘛用入玫瑰花、万寿菊、这花草，希望以创意的茶汤，让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台湾茶。传统的就是伊的炭火，吼，适当的炭火去焙茶，都适当的时间，吼，搭焙出来，香味，吼，就是独一的，这个冻顶乌龙茶。今年南投世界地级博览会，除了互民众认捌甲体验茶产业文化，另外嘛有亲像青人擂茶、青人秋七茶饮这大型活动，登记一直到10月10日。南投县府也希望结合双十宴会伫南投，邀请民众去南投支持啉茶，暗时看宴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2025年诺贝尔奖近来公开了，今年的星衣奖是颁发给3位免疫学家，表扬因对周边免疫耐受方面的表现。这3位免疫学家，2个是美国人，是马里布兰考和兰斯戴尔，另外一个是日本人班考志文，因鉴定出免疫系统的安全守卫，也就是调节性 T 细胞，用来防止免疫细胞攻击咱的身躯。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表示，讲这3位星衣奖得主发现讲，对咱的了解到这免疫系统的安全运作有决定性的意义。咱来看这印度讲到最近的是逼出上无有14个囡仔这腰子衰嘅死亡案例，因拢是食到一种囡仔专用的烧药水，内面有离甘醇，是一种工业用的有毒样剂，食到到底会死人。目前涉案一个医师含这药品公司拢互列做被告，也来印度政府也当咧调查。侪民众伫印度各地抗议，现场保安也是吊规抓。代表10几个无到5个，哪像食一款紫砂糖浆中毒死亡的囡仔。8月底开始，印度各地就直直传出有幼囡仔出现袂喘气、呕吐这个症头，最後卻因為急性腎衰竭不治死亡。ऊपर सांस फेंक रही थी, पहले सर्दी जुकाम था, ठीक हो गया था, फिर अचानक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हुई उसकी, तो सांस लेने में शायद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थी。这种紫砂糖浆是伫印度南部塔米里纳德邦一间制药公司生产的。印度卫生部伫摕到产品送验了后，发现大部分的产品竟然是有超标的离甘醇，这是工业用的样剂，一出了就致命的危险，何况是囡仔。印度政府即时立案调查，查封存放药品的仓库，结果找5个传出中央邦有3个囡仔因为类似的状况死亡，将做受害者上侪的邦。当地的政府官员才下命令禁止买卖这款紫砂糖浆，嘛下命令隔开这种药方，让受害者的医生停职羁押。
कहाँ है ड्रग कंट्रोलर जिनकी जिम्मेदारी थी कि जिले में दवाई कौन सी बिकेगी कौन सी नहीं बिकेगी स्वास्थ्य मंत्री कहाँ है印度是全世界第3大药品的出口国，嘛是全球20%学名药的供应国。不过外界定定咧质疑印度对着药品的监管。2022年的7月到9月，70几个非洲甘比亚的囡仔因为食一款印度紫草糖酒来死亡。过当年乌兹别克嘛发生同款的事件，有18个囡仔死亡。德国之声报道讲，事件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捌公开点名2种印度生产的紫草糖酒。这摆印度国内发生小连续囡仔死亡，目前已经有3个邦禁止买卖这款药品，受害者上多的中央邦，国家是针对已经流入市面的200几罐紫草糖酒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翁路梅编译。极端气候影响着全世界，喜马拉雅山区这几日一直咧落大风雪，有上千个爬山客掉伫遐，目前敢若救出300多人尔。另外，伫附近的尼泊尔是连续3天落大雨，造成水崩山，上报有47个人死亡。大雪继续落伫喜马拉雅山山地，这条大雪为10月初4暗就开始落，造成海拔超过4900公尺的偏远地区通行受阻碍。喜马拉雅山位伫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上坡风位伫西藏自治区内。即摆中国当家客运大批游客去爬山。暴风雪造成大约1000名登山客掉伫山顶，中国当局已经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甲当地村民协助清除积雪，想要拍通进出落山。目前已经知影大约有350人脱困。救援队收到的获救信息显示，一寡步棚因为积雪已经放弃，部分登山者出现低体温的症状，情况紧急。西藏旅游公司已经宣布为退国去暂停卖胜负峰风景区的门票。喜马拉雅山真歹天气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顶礼拜六遭遇大雨甲大水侵袭，连续3日引起的大水土石流甲山崩，已经造成数十人不幸罹难。首都加德满都伫大水退去了后，规片拢是落雨梅，民众也开始清理家园。त भइहाल्यो पूर्व जानकारी भएको हुनाले हामीले केही सामानहरू सुरक्षित ठाउँमा राख्न सक्यौँ क्षति कम भयो अब तपाईँको अरू क्षति भनेको व्यवसाय गर्न मिलेन बाढ आइरहेको छ सबै मान्छेहरू सरेर उता सामानहरू यताउता राखिरहेको छ अब खानासाना पकाउन गएछ सबै दिक्कत छ अब के गर्ने अब尼泊尔官员表示，罹难者中有35人伫几啊件的山崩死亡，也有9个人被大水冲走失踪，另外3个人死伫累极。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升悬，印度边境也有7个人因为大水雨罹难。尼泊尔气象单位警告，大水雨可能将会继续到初六，将继续发布上悬级别的预警措施，将灾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伫加沙战争满2年进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初六要伫咧埃及开罗，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举行间接谈判。川普讲到，一礼拜内人质放出来交换巴勒斯坦犯人，第一阶段这2大目标有可能会来达成。伊也警告这哈马斯若唔把这加沙的控制权交出来，就会彻底消灭。伊也踮埃及开罗间接和平谈判举行的前一天，川普爱双方赶紧结束战争。伊讲，这就我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有真好的讨论，估计伫7天内会释放人质，甲交换巴勒斯坦的犯人。头一阶段的2大目标会当顺利完成。Very quickly, we had some very good meetings.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 lot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Israel, frankly, Muslim, Arab, and many others have had great meetings with Hamas, and it looks like it's working.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主持人杰克坦普用简讯访问川普，讲若哈马斯坚持要掌权，会发生什么状况？川普的回应是讲彻底消灭。又搁发文讲，以色列同意初步的撤军路线。国际媒体讲，照川普所提出的3阶段撤军计划，会有90万巴勒斯坦人放赶出家园。顶个月初，伫多哈闪击以色列空袭行动的巴勒斯坦入管委员会加沙区的议员哈亚，是哈马斯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伊伫接受卡达阿拉伯电视台专访的时阵，自头到尾拢咧讲2年来加沙人所受到的苦难，并无讲到会谈甲停战的可能性。另外，虽然华府高层爱以色列即时停止轰炸，
毋过变变就会轰炸声甲黑烟，吹落照相伫咧加沙，看甲清清楚楚。进前24點鐘來，至少65個人死亡。The Prime Minister has given orders actually for defense to fire back for defensive purposes,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threat to their life in the battlefield in Gaza. 然後以色列大部拘留的援助加沙國際軍隊人，隨後陸續釋放回國，因指控講受到暴力無人道的對待。Con perros en cuanto a atacarnos, arrastrándonos, como he dicho al principio, por los suelos. Esto diariamente. 巴黎、马德里、伦敦、纽約等歐美主要城市，甲土耳其、巴基斯坦、就我攏有大規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街頭示威，市區的街仔都是鬧熱滾滾，轉人。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吉人台北桃園新竹對25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5度到35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5度到3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5度到32度，平陽金門馬祖對27度到33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新闻最後，祝福咱觀眾朋友中秋快樂，也感謝您收看今日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